在东突厥斯坦一名维吾尔族官员被捕。10月31日，中国中央纪律委员会传讯办公室报告说，1963年生于库木尔的维吾尔族官员买买提图尼亚兹被捕。自1985年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成员的买买提图尼亚兹，直到2018年，果尔卡塔斯布拉克担任库木尔市纪律管理局秘书长、库木尔市州长和田市公务员部门负责人。最后，中央政府纪律委员会通讯办公室宣布，对图尼亚兹进行调查，并以违反纪律规则的罪名将其免除所有政治职务。通过对维吾尔族人进行系统性种族灭绝而犯下危害人类罪的中国，继续看到世界的反应。在举世闻名的美国报纸《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东突厥斯坦维吾尔族突厥人的压迫和酷刑与纳粹的种族灭绝相提并论。《华盛顿邮报》将中国人与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与水晶之夜的进行了比较。水晶之夜于1938年导致大约100名犹太人死亡。当时，纳粹袭击了犹太人的工作场所、墓地和犹太教堂。该报认为，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清真寺和墓地被摧毁是一个不懈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种族灭绝的启示武器。它导致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在伊拉克，反政府抗议活动仍在继续。首都巴格达以及中部和南部城市无法访问互联网。同时，在巴格达，安全部队用混凝土屏障关闭了靠近绿地的第3座桥梁阿勒尔桥。首都的共和桥和飞桥因示威游行而关闭了好几天。在首都的许多地方都听到安全部队用真正的子弹对付示威者。中国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准备与南亚国家合作，以确保南中国海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22届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上，李肇星就行为守则发表了声明。各方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谈判。李肇星说，根据3年时间表，我们准备与东盟达成共识，以确保南中国海的长期和平与稳定。用过的。此外，声称北京武装其有争议的水域中建造的人工岛上建立的基地的说法，引起了美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英国内政部长帕特尔说，将国家恐怖威胁的程度从严重降至重要。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恐怖主义威胁程度发生了变化，但国家安全仍然是直接和及时的风险之一。帕特尔指出，威胁级别将不断得到审查，政府、警察和情报机构将继续不懈努力，以打击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